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综艺圈阿 Q 妹。今日嘅《福起来》节目当中，我同大家来讲乜嘅事情咯？我讲一件很严肃嘅事情，怎么跟安阳讲咯？前一步嘅呀，要同大家来分享一下非洲猪瘟嘅问题，韩国经过咁多年嘅努力啦、善忙，一下非洲猪瘟真正当改在冇来到台湾，不过一下又有另外一件很严重嘅事情，大家要来注意，相信当到有关注呀农业新闻嘅电视机头前的朋友，可能都底有一种冲诶，对呀中国啊，也系讲其他嘅国家比到来台湾，我都秋行菌虫、秋行菌虫，虽然有种虫诶，用嘅来嘅上到乜嘅用诶，我用嘅来防见哦。今日嘅节目当中就要来同大家来分享哦。细细格格先来邀请今日嘅节目地度邀请到位来宾来分享苗栗农改场作物环境科嘅科长王胜乾科长分享。大家好，我係苗栗區農業改良場作物環境科科長。今日當歡喜來到我哋福起來嘅節目咧，非常嘅歡喜。好，分享科長來到節目當中，因為其實科長也係非常嘅無限，當然都啲嘅無日無夜處理呀秋行菌蟲嘅事情，知冇？係啊。不過當感謝你百忙之中還來到節目當中，不過就係因為我來同大家分享一件當重要嘅事情。生來呀秋行菌蟲，一聽起來佢嘅名誒就知道像一個軍隊，有冇？行軍蟲，聽起來當地人講一生來係乜嘅蟲嘅？乜嘅殼、乜嘅用嘅蟲嘅，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好，其實秋行菌蟲咧，而另外一隻片名都草地談生哦，表示係談到咗地方。當談生。係啊，其實當佢食東西嗰種哦，其實一樣蟲係有到野鵝科嘅啦。野鵝科、野鵝科嘅蟲誒。對，野鵝科其實房健腔咧都2004年嘅時節。記住將一隻蟲嘅，很多來做嘅講係一度外來嘅蟲嘅咧，來加強來檢驗，檢驗個每邊入來。但是咧一擺記住都走到人台灣來走到台灣來，但是人就差唔多2016年，記住都未族咧走到嘅非洲去，走到非洲，非洲嘅時節2017年。都非洲又走到人家東南亞一片咯，甚至你說啲都印度也有印度一邊，個都去年嘅時間，今年去年開始慢慢的今年2019年，中國大陸差唔多有13%，基礎本一隻秋行菌蟲咧來危害，非常嘅嚴重。這樣按段嘅時間，對，你講16年以前佢係啲啊美族嘅部分。2016年。2016年嘅時間是在美洲。對，一隻蟲嘅本來其實都美族嘅，都熱帶亞熱帶一種嘅蟲嘅。對。不過當點樣嘅，如果走到非洲去，非洲走到也非洲來。對，非洲下來又來到印度。斯里蘭卡這邊，對，斯里蘭卡下來又來到東南亞。對，都東南亞，甚至也都嘅中國大陸13%，來做一個動態，比如嗰種台灣咧，亦都中國嘅時間就一直都要注意佢講，一隻蟲會走到台灣來，嗰樣事都前一幫咧都開始有做案嚟去控制佢，每邊比來，但是冇辦法，佢還沒走到台灣來。好可怕哦！佢除咗呀散布嘅範圍動態以外，其實佢生長嘅時間沒動短，動靜就做得太嘅，係咁樣嗎？對，其實佢差唔多一個月點啦。一個月就做得對卵變蟲嘅。變成蟲。嚇！個蟲嘅做得生幾久？佢做得一般嚟講佢生卵差唔多2到3日，卵啊2到3日就會變細蟲，就會走出來，就變幼蟲。幼蟲其實幼蟲佢出來嘅時間係你會攜帶嘅，差唔多就差唔多3日到2日嘅時間，就幼蟲，佢都攜帶嘅。我等到也就差唔多1到2年嘅蟲嘅啦，差唔多2日到14日，佢就會變到人家講嘅較近來近太密。
現在佢睇面佢差唔多就3年到6年，一隻蟲係差唔多有6年嗬。哇！6年佢差唔多看極短嘅時間，差唔多3.5幾多年嘛嗬。佢都養佢都14年，哦，佢開始就會亞種蟲咩會化蛹嘛，對不對？嗰時候佢3歲佢就做得化蛹變成蛾哦。對。啊，嗰時候佢成長嘅期間算係短短呢。短嘅幼蟲嗬，你看咧，佢就3年都差唔多10個月嚟嗬。佢就變化蛹了。哦，佢2年到14年。哦，佢就專門就去危害人哋，而家目前係看到青島嘅就保育地位。哦，保育色也係深。但是佢一頭保育啊，佢唔係講當到米都係咯，所以差唔多可能就1米啊2米都係危害啲。哦，佢都分散。佢細米嘅出嚟家，佢會都下擺呢，會整到劈頭去，整到劈頭去危害。嗰所以亞種蟲係佢差唔多都15年，哦，佢基本上佢就已經熟嘅，熟嘅佢就會轉到天涯去發蛹。經過發蛹嘅時間差唔多。發蛹要到天涯下。天涯對。潛要潛唔到。係啊。我拿要拿唔停。對啊，嗰時候講也都用嘅時間就當然防治。當然防治嘅時間，尤其都山땅哦，又冇辦法用藥嘅，又冇辦法浸水嘅時間，就當冇防治。有一部分嗰時候講也，因為咁樣有按呢問題嗬。對。也就講佢差唔多就30年，佢就一隻時代。到台灣喺目前這樣來看。應該28度嘅時間，台灣差唔多也32度。差唔多。嗰時候講佢1年會幾廿隻時代。哇！用一胎傳一胎，當地人講，從嘅一胎傳一胎，當地人講，係嗰件生嘅卵，變咗凍到。對，生卵一隻差唔多100生卵。一年生嘅到100粒到200粒卵。佢愛生幾多年？佢就生到體咯，生到體佢差唔多。10年佢就會生來就會死掉咧。哦，原來少10年跟100，唔就生1000粒，1000粒。差唔多一股差唔多1500粒到2000粒。啊，嗰時候佢生嘅卵有2萬多，當地人講嘅一種蟲誒，嗰時候係講，剛是講甜度，好有亞種蟲誒，因為用嘅看張地基係唔係秋行菌蟲誒，你有準備呀圖片來同大家來了解一下。先來看下幼蟲嘅部分，幼蟲部分用哪條特色都嚟同大家來了解一下，比如講頭拿嘅部分。佢頭拿部分嚟吼，事實來講，佢我一隻較熟嘅幼蟲哦，頭拿當空，我一隻。黃色咧，和點多嘅種 Y 字形咧，點多嘅 Y 字形嘅，像係木做嘅筍頭。對，點多嘅 Y 字形嘅紋路。啊個米鋪嘅時間嗬，所以講背囊嘅部分嗬，大概係差唔多有40點嗬，當面線係40個半點。當然一般咧亞個科亞面腦科嘅嗬。也會有點，但是佢嘅點冇嗰種冇功用，完全都冇功用。韓國咩有呀？公嘅蟲誒同麻嘅蟲誒，睇嘢以後嘅用誒。因為冇功用，你像公嘅嗬，佢嘅兩片會有隻兩個有隻黃點嘅嗬。嗰種嘅對，佢有隻黃點嘅。當然麻嘅其實跪下就靠無色啊。嗰時候其實我知道，看到亞蟲嘅圖片以後，我又知道亞蟲嘅同頭擺，我看在現地都當接看到嘅一種蟲嘅，按到無毒蟲、斜紋夜盜蛾，有一啲嘅槍。哦，喺一般冇真實看嘅時間嗬，會當槍啦，但是喺兩個來比較嘅時間嗬，一個人家講嘅。斜紋夜盜蟲，無毒蟲哦，無毒蟲夾嘅背盤哦，其實佢會有一隻無點嘅哦，無點嘅當海點。夾嘅蟲嘅米鴉片係頭拿哦，鴉片係米，有一個無點嘅哦，嗰個夾嘅板紋係三角形嘅。無毒蟲嘅板紋係三角形嘅。對，當面線兩樣都冇功用啦。對。韓國呀，我們的這個秋行菌蟲鴉片係沒有斑點的，鴉片冇污點啊。不過呢，一般台灣他接看到嘅這個斜紋夜盜蛾無毒蟲係有點嘅。韓國上下來，我們來看這個幼蟲的背部夾嘅斑點。剛才有講，秋行菌蟲夾嘅背囊會有4個無色的點。對，當面線嘅40點。
不过，呢，斜纹夜道他接看到的这个无毒虫，嘿，三角形的，对，这个斑点看起来就完全无中央咗。韩国呀，成虫的部分，刚才有讲这个秋行菌虫啊是没有白色条纹的，不过斜纹夜道虫，其实有也讲拍条纹。不过其实按用看成虫好像很难辨别。喺人人看也唔會啦，因為講係，因為人家嚟做研究單位吼，當人人看就當腳就分辨得出來。但是一般民眾來講，也就冇辦法。我知道看起來，看下嘅幼蟲的背囊也算是一個比較好判斷的一個方法。目前係先後辨的東西啦，也嚟較好分辨啦。但是其他嘅蟲沒有，但是咩愛當注意去看，真有辦法講分辨講真正的係秋行菌蟲安尼。冇唔錯，因為像按電影講嘅蟲嚟講，佢一開始有講到佢天咧佢上當家，韓國叫嘅亂動道。按電影講嘅蟲嚟，大家聽錯亞一部嘅，我來注意下烏卡嘅菜園地圖啊，看一下有看到嘅幼蟲嘅背囊項係三角形嘅點嘅，也係一點按用嘅斑點，大家要多注意下呀秋行菌蟲。還有韓開到嘅資訊，要同大家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再來。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我係鍾意群阿群妹，接下來我來為大家紹介下一集節目，按到開蟲人生。有一年吼，也呢秋行菌蟲行的路上，佢看到也無毒蟲東江東等一下，佢就心肝都想，哇！係呀，無毒蟲呢！哇，佢用會看起來暗醬，暗等一下，我很想去對球佢哦。做得冇，故說佢就去尋呀無毒蟲同佢告白，呀秋行菌蟲就同佢講，哇，無毒蟲，我終於唔當球誒，唔做得同我強下冇。唔過呀無毒蟲就同佢講，兩啥係冇球用嘅蟲誒，做唔得強下哦。故說，這故事就要同大家來分享。雖然呐，無毒蟲韓國秋行菌蟲，佢都是葉蛾科的蟲誒，不過佢兩啥係完全做唔得互相交配的，對不對，科長？是沒有錯。我個故事有講到後堂冇？做的，講後堂。就其實貼片做這個漫畫吼，就係愛來同大家分享，大家想講有兩種蟲誒，看起來外表咩動槍，韓國有叫用係葉蛾科，就同樣佢兩個會一起交配，然後供出冇叫用嘅品種。唔可以搶下啦。唔可以有這種可能，對不對？目前係冇這種可能嘅。是係錯。唔係目前啦，以後咩唔可以有這種可能。對，因為佢兩隻係冇完全冇同樣嘅米蟲。雖然係同科，但是不同種，故說完全冇可能，大家唔是少，是愛留呀秋行菌蟲，盡量留佢減少，盡量留佢消滅，睇按用就做得咧。唔過硬係當上嘅地方，呀秋行菌蟲啊，啲暗煙嘅素材來，上來中國大陸到台灣。就年就專業嘅判斷，佢係用嘅來嘅，上來係停定進口嘅東西，農作物、農產品過來，也係講其他嘅方式。當然，佢來嘅方式當多啦，而目前也係喺台灣入來嘅，當然就嘅判斷啦，係停定氣流入來嘅。家面前要講到，佢按部咗咧比100公里啊，但是喺台灣同大陸有超過100公里嘅啊。但是佢係有氣流嘅時間，係停氣流嘅時間，佢做咧比250公里啊。跟台灣前下邊地方爭180公里啊。比中國爭180公里。對，所以講一種可能性嘛有啦，但是故所講限咧愛注意講停其他地方，比如講入來嘅東西啊，個貨櫃啊，如果可能會陳重喺度嘅地度也係講貨櫃當個上亂啊，停亂上入來，或者某天染到貨櫃嘅當個。也種可能性嘅動態。故說就係防檢區嘅就會動很密切去注意的。因為人咧
停停所有嘅港口，嗰個佢差唔多搭隻港口，嗰個人客多嘅地方，全部要佈置人家講新火龍門，去來監控，看有捉到一種蟲嘅，萬一捉到嘅時，停停就要注意下嘅事情。其實每一隻蟲嘅啲其他像當到害蟲嘅一笪地方，全部會用各種無窮樣嘅火龍門去捉下啲蟲嘅。啊，就已經布下天羅地網誒，唔過佢還係停停呀，氣流比到呀台灣來，實體按多東西，佢唔單止會是講下人工嘅保育，佢其實還會是當多種作物，佢甚至會是幾多種作物。喺目前就另外嘅資料佢差唔多是76棵嘅作物，差唔多353種嘅作物。按照表示講，佢按你來講，乜嘅東西佢就會食，連插草都會食。對，但是人家來講啦而目前雖然講按多東西佢會食嘅時間咧當然佢呢個禾本科嘅佢會較上會食。禾本科就係講誒呀禾嘅啊，還有像這個甘蔗啊、寶粟啊，禾本科的東西。還有狗糧啊。狗糧全部都係呢會食的東西呢。佢就會食，故所講也擺農業處八都嘅飛牛牧場看到嘅，佢實在佢係唔係實用嘅寶粟，佢係按照強骨寶粟，有過嚟本嘅羊嘅食咧。也是禾本科嘅作物就看到錯。唔單像食野條東西也還有準備，野條都係秋行菌蟲佢好食嘅東西，比如講像花菜啊、玻璃菜啊、麥嘅啊、黃頭嘅啊，連日夏公夾佢就會食咯。我夏公夾嗰嘢其實人家都冇寫咩行動咯，番薯葉啊，番薯葉咩會食？係啊，唔好食嘅東西，佢幾都會食。係烏嘅葉啊，烏河葉就佢都會食。烏咩會食啦？但是也目前也是蠻有看到啦。最近所講也等寶粟結束以後，人就會去做一個調查，講外圍嘅乜嘅作物，佢會來食，做一個記錄啊。故說家下人嘅訪問地度，大家就幾件啲嘅呀，秋行菌蟲上來有幾定影響，接下來再個同大家整理一下，大家上來做嘛該愛按注意秋行菌蟲，就會因為佢有一條特點，再個來搶人哋課中同大家小結一下。對，佢家都有講到佢安部嘅飛行比嘅距離呢差唔多100公里但是係有氣流嘅時間。佢安部咗嚟比250公里，安尼就表示講比非常嘅遠。非常遠。嗰個佢一生咧上卵都嚟上1000粒到2000粒。做得來比較看啊，像是無毒蟲有叫按到卵冇？我有毒蟲有嘅差唔多600粒到1000粒添啲。一般。一般啊，佢都較少。較少卵。所以佢真係愛強伊嘅軍隊。嗰個下來咧其實佢差唔多家要講生長期非常嘅短，一個月，一個月佢就一隻屍體一個月，所以講按呢張電影講因為佢屍體短，按呢一胎傳來，以前喺台灣講我一胎一年就會有7、8胎，故所講佢嘅身上嘅量就會動態，個第一點佢就會散播動腳，散播動腳嘅時間，人家是喺農民冇認真來防治嘅時間，佢慢慢的佢嘅族群所以講佢嘅量就會動態，下擺一下就會造成講人家就嘅大量嘅損失。等到你損失動態一張防治嘅時間，佢就停慢嘅，故說我想應該愛從電視機頭前的觀眾朋友共下來開始做，迄講是講義務卡，有種東西，唔講係種來食也係，種來教也好，種來看也好，人嘅採研地度也係發現地度，有嘗試做得去順看啊。大家可能會想，係冇事，唔會特別去注意嘅蟲嘅啊。唔過係唔係有一點跡象，可以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可能人嘅採研地度有乜嘅情形，就可能會有呀秋行菌蟲。喺一般野外目前都調查嘅寶粟來講嘅時間，佢秋行菌蟲咧佢食咧嘅人家講嘅食咧嘅危害嘅點咧會動態，會動激烈，講食咧會動嘅劇毒，會動太劇，
我也个呢排个呢思维动作，故所也呢部分呢就会特别注意，特别注意看一下，其实佢會可能看嘅幼蟲啊，乜嘅圖形啊，乜嘅斑紋啊。對，老佢所謂係講都保守地位拔開嚟看，一蟲係可能鑽到地位去嘅，唔當然佢我會看唔到蟲嘅。你可能鑽到地位，故所講有個保守呢，我哋拔開嚟看，對，先拔開嚟看唔爭地嗬，因為佢一種蟲嘅特性咧嗬，佢是專門係個嫩嘅地方，嫩咧尤其有個生長點，生長點被失去以後咧，有個一條保守都冇效嘅啊，佢都唔會個見上起來。哇！跟住講有個危害嚴重性就對也對嘅。故說係講自家去到菜園地度看到假使講蟲卵也對，應該要用嘅來處理下好，做得用樹來去驗是按用做得嗎？當然做得啦，因為驗嘅時間就講減下冇全部驗死體。因為卵太多誒。係啊，咁啊可能驗到8粒，可能地步係2粒冇驗到。故所講前後就講要驗嘅，一拿個胎嘅，比方個胎嘅地步都是讓老魚封起來，好多地步比死體一樣嘅。安尼就較保險啦，對，安尼較保險。對，莫講我要驗，但是驗的是冇完全驗死的。講有辦法講全部都驗死的，沒做得，做得。不過前後就留意變到塑膠袋嘅地方，安樣較保險。係啊，較保險。故所一下政府基金來到一下天衣集團嘅防疫嘅也部分呢，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天衣集團的防疫係用嘅來做。因為天衣集團嚟好。喺都18號開始，6月18號前天夜，上禮拜嘅事情。對，18號開始。當然18號開始，中央喺樓前面嘅中央，各位農友咧喺講有看到嚟防疫局也係嗰兩床嚟發現嘅時間，就會派員到縣政府局啊下鄉去看，確定係咪球行菌蟲。假使係時間，一個地方就會做一隻管制。我人會呢就會強制噴藥嘅，會強制來噴藥嘅。強制噴藥嘅，安尼部分呢，唔係講未噴啊，或冇噴藥，因為一到有發現嘅時候，要強制噴藥，個會嚟調，人家講先開到冇，順沙嚟熟悉人哋蟲蟲，看有蟲蟲嘅發生冇。但是人家用藥嘅用到哪叫呢？可能用到廿一期嘅作用，比如喺保修一期嘅結束。就可能就會停止用藥嘅，但是農民會講，佢牙保守對後尾見噴藥嘅牙一樣係爭咯，佢噴藥嘅嚟就冇辦法儲存嘅。但是有一部分可能就會考慮用嘅其他嘅藥嘅，就講係用嘅舒利菌，無毒嘅種藥嘅，可能喺採收前就用一種嚟防治。但係就講本農民咧，唔可以就損失，唔可以就影響。因為係講冇好好來用農藥來防一種蟲誒，漢白等於一上一度以後，佢會造成嘅農業損失會動態。故所希望大家聽咗我來批下有政府嘅政策，向下來防呢球行菌蟲。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進到節目當中。歡迎大家又轉到福氣來咧，我係總一權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我提醒大家也球行菌從正經來到台灣嘅，故所大家我來注意一下人嘅菜園地度，係講有種保守嘅話，人嘅保守本蟲嘅色嘅狂黑態，私有動，可能就要注意一下人嘅菜園地度有嘅幼蟲冇，韓國人嘅幼蟲啊，佢嘅背囊項係唔係有細一點嘅，像係種梯形分布嘅嘛，按樣形嘅分布嘅細隻點嘅，有可能就係球行菌蟲，大家我來多注意一下，因為呀哈，佢對台灣嘅農業嘅危害真係非常嘅大，係講佢真係要giải開起來，會對呀台灣嘅農村非常嘅大。故所今日節目當中，未有請到啲苗栗農改場嘅作物環境科嘅科長嗬，歡迎你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剛剛有講到，係講發現到呀球行菌蟲，呀政府就會來開始來做呀第2階段的防疫措施。我來用藥嘅，唔過也用藥嘅呀工資啊，韓國嘅藥嘅費用其實係要補助嘅，係嘛？對，呀，佢都會要補助。
对，因为政府要来扶植，来打击我们的秋行菌虫。不过用药的用哪条药的，大家就会来当注意一件事情。比方讲，也是我们秋行菌虫紧急用药的部分，为了用药这个斯诺特、含có诺法龙、福大灭、克安博、护塞宁、伊芬宁、硫迪克，含có苏利菌。对。也是一种嘅药嘅。对，也係也房健腔咧吼，佢所有拿出嚟禁忌咧防止用藥。因为它係做點嘅吼，因為球行菌蟲咧吼，佢會有一種抗藥性。佢有種藥嘅吼，假使一擺用一種藥嘅，用看一擺用落，其實會無效嘅。嗰種藥嘅佢蟲嘅其實會有隻抵抗性，人家講抗藥性。要抗藥性，故就講，人家用藥嘅咧吼，因為也禁忌用藥，其實係唔係講發現嘅時間，人家地方嘅溫度係球行菌蟲嘅預期嘅時間，人就會有驗政府，驗政府將也11種藥嘅咧輪流來使用，其實會派會有種共同防治，或者講請農民自家來噴藥嘅，但是喺農民自家噴藥嘅時候。個工資碰藥的工資呢，政府沒有來補助。但是是講今後就講農民呢吼，要發生的時候，莫自家來噴藥嘅，凊彩噴，咁啊噴到後邊呢，一種蟲啊有抗藥性的後呢，很較難處理。對，很較難去防治佢。不過一點可能要請農民來多配合，多注意一下。係講要發現到也球行菌蟲真經冇自家亂噴藥嘅。對。先同也農改廠也係防檢局嘅人聯絡。也驗政府。驗政府來聯絡。對。請也到來確定一下，藥上來係唔係球行菌蟲？唔係，本來家嘅嘗試就係農民反映來通報以後，人家就會去看到確定以後，佢將個地方就會講係也要管制起來。關於馬上其實會派人來噴藥嘅，也係嘗試一下嚟啲嘢。嗰時候有可能我看到我嘅甜度好，我唔知也係球行菌蟲，也係講我想講先預防一下，我先來噴藥嘅，按樣做得冇？其實佢係早期吼，早期人嚟講，因為那個是種保修嘅時間，早期本來一般唔出去防止其他嘅蚊蟲啦，人家講嘅玉米棉，其他嘅玉米穗蟲也玉米棉。本來就有防治嘅，當然嘅防治部分也做得繼續來嚟做啊！但是係講一旦發生係球行菌蟲，可能防治就會冇窮樣嘅，就會冇窮，就做唔得自家來。對，前後就講冇自家噴啦吼，因為政府要考慮到，剛才要講嘅幾種11種藥嘅，還有2種係人家講嘅蘇力菌。佢當然也係假使係有機栽培啦，也係有山栽培嘅。我講前面咪講到講，也個保修假使修個早個以前，人就做嚟用蘇力菌，來做嚟防治，安尼對人家嘅產品嘅安全性就會保障較多。不過有到比如講從福起來咧，一路以來收集係非常多嘅農民，可能也都係種有機農法、有山農法、自然農法，按樣種出來嘅東西，係講根本嘅真正要當嚴重，韓國也係講範圍當大，本球行菌蟲來入侵，按樣嘅法係講用藥嘅，加嘅唔管係有機嘅認證，也都會有影響冇？一個部分吼，因為農糧署咧吼。佢也有一隻來有發文本他家嘅認證單位吼，假使人家有機栽培加有山栽培嘅農民，假使有真認球行菌蟲，除了噴藥嘅非常愛鏟除，鏟除以後可以埋汰又噴，比如烏皮嘛吼，係咪會影響到人家嘅有機栽培嘅產品？但是假使真正有噴藥嘅時間，唔可能就會同地下嘅驗證單位吼，也個驗證單位來攞評估，但是人家把生產嘅東西，也個產品呢，就做唔得來用有機產品來賣，也就部分可能呢有機農民也係有山農民去了解，但是經過3年以後呢，人驗證單位評估講也冇問題咧，可以就做得繼續做人個有機栽培加有山栽培，但是人個所有嘅以前驗證嘅咧，完全唔會影響到。其實也談起來，阿權我應該自己未知道，
有一些艰苦，因为当认识嘅朋友全部都係中亞、游記啊，也係講游山。唔過曬因為呀，邱行軍從來到台灣，大家會面臨安樣嘅困難。唔過我相信呀嘅時節，大家聽說愛強下全台灣，大家都會強下來打擊這個邱行軍蟲，因為佢可能會對台灣嘅農業造成非常長久嘅影響。唔會正常。有算過迄個是講邱行軍蟲佢完全台灣為肆虐台灣，會造成極多嘅損失嘛？佢評估就講當做35億啦，35億台幣，所以雙擺去到非洲吼，差唔多60億美金，換算台幣差唔多1680億嘅台幣吧。佢所講佢到非洲嘅影響很大，那台灣咧吼，佢評估差唔多35億啦，假使真件嘅大發生。來受到嘅農產品嘅影響，我有按多嘅損失。冇唔錯，嗰個既然有按太嘅損失可能會發生，我相信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是愛大家強下來努力，強下來防呀邱行軍蟲，台灣就唔會發生安樣嘅事情。也係天意嘅台，大家就愛來上網來看一下，係講人嘅田土洪真嘅有可能有邱行軍蟲，就細細嘅家老佢放起來，做得做嘅培育嘅老佢寫題嘅放題咧，詞題嘅夾做，對不對？真嘅是要啲。政府啊，韓國都也下所有嘅我們所有嘅人民，大家都會強下來努力。對，我希望大家吼強條心吼，將一隻蟲嘅吼，夾老佢，主講也講，老佢降大到千大，甚至比模特一樣。希望做得安尼。對。唔過講到農業，還有一項農業，我採時咧唔記得，唔過也咩係草本人嘅新聞，就係也捧農。學捧嘅農民，然後嘅捧嘅咩會出去採捧糖啊，或去採嘅花咩啦。唔過係講，也到田度有數到乾子，有培育嘅花用嘅實。目前咧吼是來講唔會正常，因為人家保育法咧吼，捧係前後嘅啦。啊，白花米就有可能。對，故所講，也係苗栗區農業改良場，所以有留農糧署、防驗局。強下來做下嘅，好講。假使像防驗局咧，會提供一些咧培育嘅地方，本嘅改良場。啊，嗰個農糧署咧吼，佢本來學捧嘅，佢會去農糧署有一個平台，做平台，會去登錄，啊，佢都喺度學捧嘅。故所講，假使人都改良場都喺啲平台去查，哦，一隻捧農也都喺度嘅學捧嘅，老爺。防驗局提供嘅培育嘅地方，係唔係會強下？假使喺強下時節，人家改良場會主動來提供安啲資訊，來本農民，或者透過養蜂協會咧，來同啲農民，夾老一捧上來洗澡，安啲時節其實唔會受到安太影響。因為呀，農藥咩有可能會傷害到野蜂嘅，夾老蜂嘅曬就其實你曬到其他蔬菜，農藥嘅蔬菜，係喺做地繼續來育蜂嘅，來採咩係喺做地。唔過像前一步嘅害蟲，我們的荔枝粗屁蟲，就是我們的荔枝春香。荔枝春香喺台灣，一下已經淺嘅，雖然佢咩係外來種咩造成幾種時咩造成異態嘅危害，一下大家係有常時會看到，比如講啲台灣欒樹嘅片啊，又係講山虎蛋糕，可能就會看到蟲嘅卵。像一下已經有做得防壓荔枝粗屁蟲嘅這個天敵防治的方法，就係用另外一種蟲來殺壓荔枝粗屁蟲，給呀邱行軍蟲有可能發展出暗用嘅天敵的防治嗎？目前咧吼，那個是呀鱗翅目嘅幼蟲吼，其實有一些咧有一種捕食性咧，人家講黃斑粗嘅春香，人家講粗屁股嘅啦，但是談到粗屁股嘅，他們談到粗屁股嘅全部廢蟲嘅，但是粗屁股嘅沒有好嘅粗屁股嘅，呀粗屁股嘅全叫我去食人家鱗翅目嘅幼蟲。我老家蟲係食起的，但是目前呢，吼，佢對人家加講嘅五毒蟲啦，還有一些小葉蛾啦，咁嘅幼蟲，甚至呀邱行軍蟲呢，吼，人家就評估就講，佢長出嚟細細米嘅家，可能佢會去食佢，但是轉到地步時咧，都冇可能。
但是也没有讲用要用寄生蜂哦，寄生蜂像易敏敏寄生蜂，有讲会寄生，但是也还蛮去评估了哦，啊都更该有一种降黑卵蜂，黑卵蜂技术为了寄生到球行菌虫，因为但是种寄生蜂都更爱啊吼，但是这个寄生率有80%，所以也都这么的研究看有办法来引进来利用嘛。但是台湾还没有发现讲有空口的寄生蜂做来用，但是目前呢还要去调查熟悉，才有办法继续来用。目前呢，希望有办法做得大家更好来打击这个球行菌虫，没什么可种百忙之中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应该的啦，应该。希望大家更好来对抗呀球行菌虫哦，希望大家嘅愉快，更好来做运动了。